我开始直播啊呢。我唔知，我想要开始啊，我袂晓袂晓诶。敢有迄落会使甲我摕？对啊。敢有迄个三角的，会使互我裁一下？结果我已经开始啊。你毋是爱看画面，知影讲爱瞧啥物？谁拢有迄个啥物足歹的衬托？靠背哦，我有讲诶，哦，反正我就是有伫迄个。红果，那是红果啊，关无一点。哦。Fenton 会开始直播未？Fenton 还未开始 ，Fenton 还未开始 ，YouTube 会开始啊。是上啊开始。系啊，那你用手机啊？用无伊咧讲替我，拄则就试落啊，我法度。我真先记起来啊，安尼啊，我也是毋知影啥拢会用变安尼。刚才你有伫个，你看顶个版你无伫个我们都未啊，跟住話，明日睇掉就讓你買。对啊。係掛工。我就是。我後邊就互你家己人 solo。有啊。你試看嘛。伊少年无到20工啊，差无20工。无我要做总经理啊，我莫入去，我升入去就好啊。安尼敢会使？我要讲干，你干这敢有差？干，我较厉害啊！我想讲奇怪，哪会拢无人拍相片啊？想讲啊干拍相片，迄个新闻的相才会好看啊！我迄当阵就是想着讲，爱拍相片，迄个新闻的相才好看。干这边好啊啦，啊这边啊要开始啊。啊，无要导演节。哦对吼，歹势哦。对啊，就是替我开一个，啊转到迄落。3个关。无，你爱甲迄落摕起来，甲迄个充电的迄粒摕起来。啊，踅过来看后壁。我画面即摆拢无人呢。2个人在看，有一支金蕉啊。有一支金蕉，你也讲看嘛。啥拢有咧看金蕉，那有较支持的人是啥？板带嘛，买甲人寄有得着。系啊，甲人寄付哦。钢蛋啦，就要做广告，拜托。板带应该甲人寄。只要无路，要过来报会使。你找着来斗啊，讲较多。哦，敢有看到？哦，会使。找着来斗啊，那有讲。哪斗？免啊，恁拢免叮当，我叮当就好啊，我只叮当就好啊，嘿啊。哦。对。其实袂真哩无共，就是正面莫翕着就好，倒我刷较过来。应该无开电视哦。来环安尼用炸掉啊！看安尼板带甲咱寄付无？我袂讲。伊等下。19年伊就开始啊推出来，而且19年是变成平卡，但是2009年嘛是同款。无啊，2009年才是。当时。靠腰。啊，未开始直播啊。恁讲开始就开始啊。啊伊。今仔是拍，今仔是第8集了。今仔日。今仔是第8集。敢若是。敢若是。
对，拍背。Bucket。拍的。我是会使，后日后回会使啊，星期六好啊，星期六。哦，毋管7月，我插销你会使。开始啊吼。啊尾你看才开始啊。 OK。好。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建国之声》。伊今仔是第8集的款。对。第8集，非常建国之声第8集。今仔咱的主题是10天的挑战，哦，10 years challenge。耶！无国家的人，哦，咱坐遮拢是一群无国家的人，要小概咱自我伫10天前到10免天假啊快的人嘛是无国家的人。OK，啊，不过进入即个主题之前，有一个我感觉是算是严肃的事件，咱自我来检讨一下。就是顶礼拜咱的建国之声第7集的时阵，咱有去点名一位大陆的先辈吼，叫周化树老师啊。不过其实咱即件代志顶一集内底，咱这个内容是对有做出一寡事后检讨起来是无适当的一寡指责啦。我感觉这物件咱有影做了有一寡无妥当的所在，需要自我来检讨，也需要替周化树老师来做一寡调整。是讲，讲过来就是咱节目内底是讲周化树咧检讨讲，阮最有理有据做到即款程度。啊，实际上伊周化树老师毋管讲咱对伊的人物来说，讲伊较毋捌讲去讲阮做即款代志的人啦。但是我误会累积可能是观众之间的误会甲先天的累积，啊，这物件毋是周化树本人去做出。Hello， 安迪。啊，今日嘛是搁再次邀请着顶摆做的董事之那一环。阿姨。啊，那一环对即个代志，阿姨。有啥物看法？哦，十秒钟声明，就是顶礼拜我讲着所有有关周化树的代志，拢是我个人意见，和非常一点仔关系拢无，大安尼。大安尼。不过身为非常做者，我个人是感觉无可能非常做这完全的切割，我嘛无条件要做这切割，无可能做这代志啊。就是讲这代志既然是对咱节目内底去复杂处理，就是有共同的这责任啦。事后感觉讲这个代志有可能对，你莫take哦，莫take哦，有可能对。已经退个啊。已经take，take。对take 什么物件？无人看咯，无人看吼。你著讲好嘛，有可能对周先生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啦。这物件嘛，毋是咱真正是要看到结果啦。其实阮定定是感觉讲，是要，我无要吐周化树。阮是要检讨一个现象，对啊，毋是要检讨啥物人，甚至这人，实际上伊本来佫是一个现象。以外的一个人啦，讲来跳来变做咱之前一个事主是，我感觉是非常无妥当啦。我个人提出这所是感觉，需要替周化树做一个澄清嘛，需要，我是感觉需要替伊做一个基本的诚意的道歉。啊，煞其实内底有一寡理念的相差，我感觉理念的相差是啊，但是，我感觉伫咱的这个直播节目内底是。无适合来做伤过诱导一寡变数，这物件讲，如讲是咱用台语咧讲，就有点是话讲了紧，迄字就用了无准，这有时难免。这个物件，尤其是佫是公开这种场合咧讲时，我感觉误会的累积是有寡可能。我感觉这个物件可能需要刷一寡私底下伊对伊一寡对伊的空间，来甲一寡理念或者看法再。所以无共款来做一个交流。对，我感觉是，咱佫需要即款的对环境，不过煞来，来就这无。对，咱煞来就是继续来咱今仔的主题。今仔主题叫做啥物？咱今仔主题叫做10天的挑战。challenge。这个物件就是即摆真行，真侪人用 Facebook 咧打10天以前，2009年家己相片。甲2019年即马现主是你家己相片来做一个对照，真深刻的，就是有一寡人是足罕过，是讲10天以前家己甲即马家己是差足济，有一寡人竟然是看袂出来差别，这拢是就算是深刻的代志。毋知咱今日暂时对表演你来开始联络下，10天进前的你是什么款的状态？大家好，我是
郭高英啊。今日要讲10档的。2009年的时阵。 2009年。哎，2009年的时阵是什么状态？ 2009年我是学生，然后2019年我也是学生，我做了10年学生，咱也袂做了。所以跟有影拢无差别，我看到历史差真大哦。你写这真乖的学生，这是2009年。对啊，我迄当阵也是国小哦，根本无零边啊！真正足乖，因为着受着中华民国教育就是讲，迄当阵就是乖乖读册啊，着乖乖算命，就是你上重要代志就读册，所以我迄当阵就认真读册，然后读到对，迄当阵伊就是全班就是会使到迄种领冠军奖迄种毕业。嘿啊，国中就是我的国小啊、国中，其实迄当阵我真正足乖学生，因为迄当阵我就真正认为讲，我就是甲主读好，安尼我的人生就会使足顺啊，就是就会使足顺利的，就是有美好的讲。所以去处理讲啊，佫有拿种冠军奖，所以代表你成绩佫袂歹。对啊，甲两个国民党的冠军。多强！我是讲学生，我对去台湾。红收挂，红收好。收挂。多强！我相比佫真正佫老诶。老诶要到哪？老忏悔啊！老诶做去了。对啊。找一工来聊聊啊。嘿啊，就是，我主要是讲。即马状态。即马就是，我是写迄个访我的学生，然后 question mark， 就是我真正无想着讲我煞伫后来我伫高中的时阵成绩愈来愈烂，因为我感觉就是看愈来愈知影足侪，就是可能有接触一寡大学生还是社会人士，发现讲就是。因就算讲读了介悬，毋过敢出社会了，迄当阵就薪水嘛讲无讲介好啊，啥物，所以我迄当阵，下评价。像倒边迄边两位，所以迄当阵就是想讲凊彩考一个大学就好啊，迄当阵考试的成绩出来，结果嘛毋是讲，就是讲。就是可能就普通的大学，毋是讲什物第一，因为什物会使考掉做偌好啊，所以迄当阵就愈来愈烂，然后纠结毕业了，然后到即马就是，真正是因为就是读大学了有机会使接触遮个社会议题，然后煞变成一个可能宏观的学生就是才有机会接触迄个课程啊，安尼。你无讲你先变成基情教导啊？基情教导。迄是2014还是2016？ 16年诶，迄就是要选立委迄当阵啊，就是迄当阵就是大家拢就关心政治诶，迄当阵是一个就标准诶 PTT 上面用兵啊。咱讲台语做嘛是你这决策的过程当中是有战争嘛吼，就当你替你去拍一个思想基础出来。所以你即摆去韩国就是迄个迄个。即摆你看台语这拢是过家己个人意见。阮无讲基情安怎啊？因为这我个人诶，对，我经过啊，我写你过来啊。OK，再来是我，还是哪一款你继续？我讲者。你个小盖，小盖这10刀前面哪一款？人事。人事。是我重点整理者，同款是学生身份，10当前10班哦，还佫学生，还佫有真乖的学生变做有可能要宏观的一个学生。伊是安怎？伊是啥物代志要宏观？有可能有人毋知。宏观就是。你是走去共做什么代志？我去泡茶，然后真正。泡茶无人宏观啊，你是泡着啥物件？泡人的麻布。刮茶。人的麻布。创人的刮茶。迄拢是也袂种落啦，那真正已经白落种，才正式叫做麻布嘛。这就我有看到画面国边了，从那我。这是中华民国法律问题。
无台起哩的，都毋是无法补。看到中国人的歌茶，结果煞去互中华民国的国家地去过结果，国家即摆有可能要互关。讲到袂输无我的代志。你讲是当主任。OK， 我嘛是其中一个有歹讲受害者，讲起来，若做这种代志，台湾人就是坦白讲，阮就想要做一个反抗者，毋管讲这物件伫中华民国人眼中确实是安怎无迄种安怎看咱衰小，不过其实咱做这个动作，咱本身是想要真做一个反抗者。OK， 啊，所以。哦，有人请警察摕10当前的相片出来。10当年的相片是啥物10当前敢是比我较瘦，敢是？哦，应该是啦。无啊，无散啦，无散啦，迄阵嘛是一个大箍啦。其实，莫安怎讲，就是有通食到大箍，无通食到大。所以是你即马食较好的意思，敢是？无，即马嘛无真正会当，无真正凊彩食呢，是拢会紧食呢。咱今年那个，哦，你是大家好，我哪一环？对，啊，10当前你的时阵是咧教册。10当前我搁咧教册哦，是伫咧学校教册，教国中教新闻。新闻。嘿。对。啊，毋过。所以逐个囡仔去学校拢爱做数理的哦，你去囡仔哦，拢可能做即款老师呢。我找着好物件，这敢会使？啥小造10当前的哪一环？无，迄是10当。这毋若10当啊。迄是30当前哦。系啊。迄是我国中时阵的。40当前。无啦。无40当啦，靠腰。OK。哦 OK，就是10当前，因为啊，袂安怎讲，其实我嘛是足较蛮读册的人啊，嘿，就是啥小你，真情互你即摆弄啊，我会当收起来。10当前的哪一环？就先给。引导。哦。这还无到10当啊，这是2021的。哦，即摆洗了安尼，即摆洗了安尼。啊，10当前嘛是安尼，你甲我骗。哦，即摆洗了安尼，好啦。就是10当前我搁咧学校教册啦，毋过真正教的煞会怀疑人生，嘿，真正教到怀疑人生，就是，哦，收起来，拢收起来，干，哎，真心好，我叫你去等伊摕你的相片出来，拢袂用摕出来，看你，这个有摕别人的。安尼袂使，头一期就是你锁咯，无啥物好讲。想要无教这个新闻，教开始怀疑人生。我讲认真，迄时阵真正我咧学校教册的时阵，真正是愈教感觉我毋知咧教啥物物件，真正都是我会感觉讲我即摆教的物件其实是和台湾即摆的现状是脱离的，就是我教的物件其实对学生来讲，就是摕来考试尔。嘿，除了考试了后，就是啊，老师讲的足趣味，嘿，我就是就是若准老师讲话趣味，我就是趣味过1点钟。若准老师讲话无趣味，我就是无采我的性命1点钟。啊，无论如何，你就是要住咧学校内底，嘿，逐工拢爱住咧学校内底安尼7、8点钟。啊，其实你内底教的物件，足侪物件其实拢毋是台湾的物件。毋过你若是讲，若是较不幸去教着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迄款人，嘿啊，伊用即款的反省，我感觉是也佫正。地方因素。如果你教是生物，这是就是专地球拢一体的。应该是安尼啦，应该是安尼啦。毋过其实学校内册本内底其实教台湾本土的物件嘛是足少的。哦，了解。嘿啊，嘛是足少的，对啊。就是即款物件，其实我感觉规个中华民国体制的教育，国民教育拢是安尼啊，就是伊就是无希望你做一个台湾，伊就是希望你做一个中华民国人。嘿，所以讲伊教的物件拢是和这个土地是差足远的，拢毋是这个土地的物件。离地足远的哦。嘿，而且其实学校内底嘛是讲，你老师就是袂当讲政治。哦，是。啊，讲你袂当讲政治的时阵，其实就是咧教囡仔讲，伊莫插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靠政治咧运作的。啊，你咧学校讲莫插政治，咧学校莫讲政治的时阵，你就是无要互学生囡仔有任何政治的能力。你就是要互学生囡仔拢做是，拢
变做是政治白痴，安尼就是电视播啥物，因就食啥物，电视播讲韩国愈外敖愈外敖，跳一个尾仔足敖足厉害的，因就会讲哦，韩国愈足厉害安尼，就是安尼。所以讲，其实学校安尼的教育是非常无适当的，就是伊毋是要教一个囡仔变做台湾人，伊是要教一个囡仔变做，毋是中国人，就是毋是台湾人。就是无论如何，你就是无法度做台湾人。你咧学校内底学到的物件，你就是无法度，你无法度摕来做台湾人，你就是摕来做中华民国人尔。不过我是真好的，十当前你咧教册你，迄阵敢有啥款政治思想去互学校了解？毋过坦白讲，我十当前是无啥物政治思想。公家。知影就是你是想就是第一代就变就是会关心即个土地。小等者，对你开始拄则你直接拍出来，伊又无讲到底什么代志，你对自一个足乖的学生啊，变做一个用要哄乖，啊不，足乖的学生用要哄乖，变做一个用要哄乖的学生啊。即个差别是发生变化是发生伫什么时段点？就是我高中就是迄当阵读主要愈读愈烂，然后迄当阵就是嘛会看迄个 PTT 的迄个八卦版，就是迄当阵就是抑阁无遐尼恐怖，所以我平常时其实就会关心一寡迄个就是即马新闻咧报啥，就是虽然安尼看新闻，毋过还是会看迄个即马到底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啊，毋过就是想到2015年迄当阵有迄个美专的迄个牛奶的事件，就是我迄当阵就是看到讲啊，竟然有即种恶心的迄个商人，啊结果佫会使继续卖物件，所以我迄当阵就去办一张迄个 Costco 卡是安怎，然后就是逐工有闲就讲走去迄个 Costco， 然后去买牛奶，然后去打车。你有做这个代志？我毋知。就是迄當陣，就是還袂關，就是迄是我應該算是第一件咧反抗的行動。就是因為有一方面是因為迄當陣你去家己破壞迄個物件，是算是一種迄個舒壓種感覺。嘿啊，我就感覺講就是。这个代志足无简單的，因为要破坏物件，要无采物件，要去。家一个会食物件，从变袂食物件，就是即个代志，其实足侪人会一个抗战过袂去，伊会感觉讲，虽然我认同你的想法，毋过我即个代志做袂落去，对，所以即个代志嘛是足对，即个代志，毋过即个代志就是爱做啊，谁怎你无爱做？谁怎即个企业佫有法度做，就是因为恁遮的人感觉讲即个物件袂使拍算，毋过实相拍算，毋是咱拍算。是即个企业咧拍算即个物件，毋是咱，因为伊根本就无应该生产即个物件，伊无资格生产即个物件。嘿，拄则即个工商部就是讲是咱的张小雅小姐来替咱补充说这里。对，十当年就是苏格大陆的反共田中是反对无良心的资本企业。对啊。即摆变做，毋过袂出甲即摆即种政治性的即个活动，你对中国人的观察破产，即件代志。对周介石的调查比较破产，这中间佫有真大一个落差。就是迄当，就是其实我迄当阵咧，迄个咧动迄个牛奶，就是咧破坏牛奶的时阵，其实我无想遐济，就是我电脑会想袂着啥物其他的人袂去做即件代志。电脑佫有我咧抢迄个牛奶的时阵，会有别人来甲我抢，我就完全无法度理解因到底啥物佫要买即种物件，对。就是我毋知啥物因为去讨厌即款屁啊，所以对啊，后来就是因为迄当阵就面册嘛是有咧关心一寡，也是有咧关心迄个一寡人写的文章啊，就是我其实是做，就是为网络一寡信息，然后才会使到今仔日安尼，就是像迄当阵的 BBM。迄当阵就写迄个文章就讲是安怎。泰哥 BBM 紧诶，BBM 讲泰哥伊欢喜着。对，迄当阵就写一篇迄个Jessica甲伊的美国教授，然后阮就是讲是安怎台湾毋是
一个国家也是安怎，伊着去辩论，然后迄当阵看有迄篇文章，我才是第一摆知影讲哦，原来咱还袂国家，咱还袂国家是讲台湾应该大国，甚至迄当阵我看到迄个文章头一摆就是，我搁去问我的朋友，我的高中朋友讲，你感觉台湾，阮敢应该支持台国？对，我搁足紧张的，搁去甲伊问看嘛安尼，就是然后伊就讲，哎呀，是安怎办？我就讲，好，安尼我会支持台国。就是讲，就是知影讲，其实我就是台独无啥物毋对啊，就是我毋知啥物有可能遮尔侪人讨厌，而且用台湾就是即个名义有啥物毋对，后来一寡解释来是讲性别的问题，就是后来就是逐工我的面册就变做就是一个足共款的，看一堆文章然后讲哦，原来佫有毋但是咱的名，咱的号就是号名，也是讲甚至是文化的迄个内涵，拢已经互中华民国是影响着，所以就是就一直慢慢到今日才知影讲是我讲的语言啊，还是讲我的即个认知，其实拢毋是台湾的，所以我即马就是才为2016年，就是2三冬进前安尼，慢慢甲母语讲转来，就是迄当阵就是嘛是有陪衬的，大家甲我做伙。就是有伴会使做伙讲啊，无一开始大家咧讲的时阵，我拢会讲上烂去的，我拢就是拢毋敢讲啊，感觉家己讲啊无好。毋过就是也是爱讲哦，因为你着知影讲家己讲的，就是拢毋是台湾的物件，拢是中华民国的物件，就像你我用的迄个牛奶啊，就是知影迄是企业做的，毋过迄就是无好的企业做的，咱是安怎甲伊用迄种感觉尔。是。OK， 所以嘛是你讲的迄时间点嘛，可能是，当时太阳花事件了后，再过一2冬，你的政治转型，再上升嘛。太阳花迄当阵啊，因为我毋是台北人啊，就伫咧台中啊，迄当阵搁考大学，2014年，就是，所以迄当阵就是，虽然有咧关心，有咧看讲啊，原来警察有拍人，还是讲就是有人咧抗争，毋过就是敢无讲就有法度去，就是就参与即件代志，因为我就毋是台北的，无啥物资源啊。所以其实嘛是有迄个都市甲迄个。你讲你住咧台中的时阵嘛是会真紧张对无？就是会感觉讲你无咧现场，你啥物都无法度做，迄款就无咧现场。其实迄当阵，我甲家己也阁无够了解，就是迄当阵大家咧做啥，就是知影讲哦有人咧做一寡反抗的动作，毋过我就是无机会安尼去接触因的创伤，所以规个事情了后结束，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坐就是看新闻讲即马进度到倒位，毋过就差不多是安尼，甚至讲后来佫有啥物伫咧教育部反扣工的代志，其实我家己嘛无啥对。了解是有限。对啊，就是伫咧无。就是关系无共，所以有迄个资源，佫有信息的无共，所以根本就无机会去接触到遮个。若是有人因为安尼，就想要徛台北，你会安怎建议？啥物想要去徛啊？你来讲啊！换位。毋过我徛台北了后，就无想要去踮台北。是安怎？就忝啊！台北哪问好？台北哪会毋好？台北毋好啊！台北佫有紧来讲。哦，你是上班，毋是上课啊？佫足忝啊！然后你佫为足长的时间内底，佫开，就是你10点下课了，你足忝，你想要困，毋过可能别人8点9点咧开会，开到12点咧开一寡有关迄个啥物行动啊，啥物代志，然后常无闲到就是可能讲袂2点咧等于课，就真正足忝的，然后就到台北就是足垃圾的。
就是小麦、小垃圾。台北空气足清气的，无毋对。毋过就是台北你看到就是你喺台北你上定看到中华民国物件的所在，你就感觉逐工骑车看迄路啊，是看到啥物堆人咧插啥物旗啊，逐工过迄个桥拢会看到中华民国旗啊的时阵，就感觉你其实我去参与遮的社会运动，其实即2搭然后你就发现讲是其实无啥物改变，就大概的代志，你拢足认真去参与，你拢想要做到上好，毋过你会发现讲就是根本无啥物改变。安尼我阁继续踮咧台北，敢阁会有迄个改变可能？就是你看袂，你愈踮愈久，你看袂着迄种改变希望时阵，你就感觉就是会开始烦，就是会开始无力，想要来台北紧来，就是安尼就是。紧来跳。嘿啊，安尼我才会使休困一下，讲。而且台北即摆除了中华民国旗插来规四块有啊，还佫有五彩旗哦，吼，两华一家亲嘛吼，厉害。中华一家亲。很帅，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你是啥物？你是叫啥物类种着才变做是？然后我想要问的就是，你想，问是安怎为变驾车变捡家己？就是你啥哪会开始意着讲，你甲你个身份会甲啥哪会想要甲台湾有关系？就是其实我毋是想要教台湾，因为伫咧学校迄个环境是无可能教迄种物件。所以你是无想要教身份，想要教台湾的物件，敢是安尼？其实我后来是无想要教册，就是教到怀疑人生啊，就是感觉无效啊，就是你咧学校教的物件是无效的啊。你感觉遐学生无？毋是学生无救哦，我从来毋捌感觉学生无救哦，我感觉是学校无救哦。就是即摆的教育体制是爱拆掉重新来的啦。对教育体制。对，我从来毋捌讲学生无救即种代志。所以讲，迄阵你也佫无正面靠一个反中华民国要追求台湾独立即款政治思想啊，毋过你入咧体制内底，你就直接感觉迄体制本身有啥问题。就是你住咧住咧体制内底愈久，你就会愈感觉讲即个体制实在是，就是无效的体制啊。即个体制就是教你莫做你家己啊。嘿啊，即个体制就是教你讲你爱乖乖爱听话啊，大家做啥物你就做啥物啊，大家讲你莫讨论啥物你就莫讨论啥物啊，嘿啊，甚至连学校教的民主拢是半途尔。学校的民主就是教你讲大家来举手投票选班长，选啥物有诶无诶。毋过民主上重要诶物件是，咧投票进行迄段，大家来做伙讨论的迄个过程，才是民主内底上重要诶部分。嘿，无大家拢是，就是我互你话就是你投互啥物人就好啊。因为民主若准讲就是投票，举手投票尔诶时阵，其实就是比啥物人做较侪，啥物人就会赢，敢毋是？对啊，安尼敢是民主？学校就是教到即边尔，你要加讲的时阵就讲学校无适合讲即款物件啦，学校就是教册就好啊，学校就是。嘿啊，怀疑即款物件以后因有兴趣，因就家己去学就好啊。嘿啊，就是学校咧教的物件，真正就是拢是无重要的物件。我讲老实讲，就是学校咧教的物件，就是拢是无重要的物件。嘿啊。你是离开学校教册啊？即个身份他偌久啊？已经偌久啊？超过应该就是差不多10档啦。10档前哦，拄好要离开。差不多啦。即10档全部咧扣缴。听讲你是甲说来，你是甲你后来头家。拢免，迄莫讲啊，迄无我讲的。你无想要讲是吧？我感觉真是。对啊，毋是啊，因为我感觉，后来我就会感觉讲，其实工课就是讨饭吃尔。嘿啊，工课就是无价值物件。你发现你做迄工课，你互你就有最无感。是啦。通讲头家的物件。OK，无要紧啊。我惊毋过。咱讲到，你又无指名，无亲像顶一个。好啊，无指名。好啦，我进前一个头路是咧排版啦，就是替迄边安怎讲？
中华民童书国兵，嘿，哦，囡仔人咧读囡囡仔册，囡仔册。毋过我无想要叫伊囡仔册，我想要叫伊童书，因为内面是无台语的，迄毋是互台湾囡仔看的，因为中华民国的童书就是内底就是写宝可梦， OK，对啊。啊，你要学宝可梦的时阵，宝可梦这个物件本底就毋是台湾的物件，宝可梦这个物件是为中国来的。为着中嘿啊，就是为着要甲台湾囡仔教做中国人才发明出来的物件。嘿，宝可梦这物件咱无看伊无，伊有一个足强大的功能，我替伊介绍者。宝可梦这套你学起来了后，你全部别项语言拢袂晓，只会晓中文一项。敢来晓宝可梦，对对对。真正。宝可梦。因为北京，人咧讲北京，伊其实毋是北京，伊这个物件其实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家己创造出来的语言。因为中华民国足大个，迄时阵足快，迄个时阵毋是即马啦，迄时阵足快的嘛吼。啊，内底有足侪种语言，啊，逐个语言，逐个讲话，逐个发音的部位拢是无共的，就是有的语言有合作音，有的语言有片音。啊，有诶语言，佫有啥物闹音，迄种有诶无诶。啊，其实你因为每一个所在讲话诶方式拢无共款诶时阵，安尼伊要做一个国家诶时阵，安尼会足歹沟通诶。所以讲，其实即马人讲诶国语即种物件，其实是足简单诶物件，就是我甲所有诶发音拢总甲伊收起来，就是迄个有诶无诶发音拢甲伊摕了。嘿，就是留宝可梦即种物件就好啊。所以讲，其实你若准讲你自细汉就咧学宝可梦，就咧学国语的时阵，其实你要学别项的语言是会足困难的，因为这个中华民国创造出来的国语，伊的发音规则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会变做讲你毋知影讲你的脑会当安尼的发音。对，你完全无录音啊。毋过台湾人台语就是有录音的。所以讲，你宝可梦学了后，你会变做你要等于你要去学台语的时阵，你的录音完全就消失去啊。台语啦、福语啊，别人语言，咱就变做拢无法度讲。对啊，因为别人的语言足复杂的，北京语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语言啊。而且这个是中华民国挑过的，家己创甲足简单，因为伊就是看即款人无啊，就是伊想讲啊，恁家己的物件拢莫留我即套就好。替中国话量身打造一个发音方式。嘿啊，发音。因为北京语嘛无合顿音，所以讲其实真正你讲习惯国语的人，你要转去要学台湾话的时阵是加搁较困难的。就是讲学校咧教你的宝可梦，学校咧教你的国语，是要互你愈来愈歹做台湾人的一种物件。所以讲就是你咧学校学愈侪物件，你就愈无法度做台湾人。嘿，所以我感觉这规个教育体制就是爱拆掉重练。迄阵你离开这个头路嘛，是因为，甲这个运动嘛相当有。对啊，就是我要做一个囡仔看的册，结果我是这个册是教囡仔做中国人，毋是做台湾人。一个小孩囡仔。嘿啊，对啊，安尼是做袂落。囡仔乖入中国内底。嘿啊。对，讲实在。对啊，你去外口印的头路，倒一毋是安尼。对，就是和囡仔有关系的头路，基本上拢是安尼啊。对啊。OK，咱想办法做台湾的教育。嘿啊，尽量啊，我尽量。OK，所以即摆是2019年吼，因为理想，因为良心，伊变做一个客家。2019年。是啊，是本来就客家。OK，咱所来我的部分，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对啊，我你啊。大家好，我叫做阿忠。2009年时，我即摆足毋敢看，迄阵我咧做中华民国职业军人，佮签落迄种哦，就是职业军人，照讲对中华民国是非常适中的啦。不过2009年迄阵，拄好陈水扁也搁咧执政，迄阵我袂输，迄阵我的状态啦，会当讲是对中华民国是当作是咱家己的国家，阮家己的国家安尼，啊，就尤其是陈水扁搁做一个动作，叫做军队国家化。我想讲，迄军队甲国民党小可渐渐有无脱钩了，即军队照拢是中性的，啊，而且实际上迄是因为家庭环境有需要一寡经济啦，需要一寡经济收入啊，而且我学校毕业了，一时嘛无就足明确的方向，我真感觉讲无即个头路我就罔做啊，薪水罔领个啊。迄阵，我
我即马知讲中华民国的军队，即个军人就是咧代表中国来占领台湾。即种头路我看，你举上高啊，我嘛是做袂落，讲实在啦，莫讲互我偌济钱。毋过我嘛毋知讲这是回头倒来看，这是爱好笑，还是爱哭？因为迄阵搁加载，我签落迄个所在，我是走去金门去做兵，啊，所以我说无去代表中国来占领着台湾。代表中国占领，我无去代表中国来占领着台湾。你占领你应该占领的所在。啊，即摆是外头看，袂输好笑，我嘛心酸啊。比如我开了我人生4档的时间，接近了5档伫中国，伫中华民国正中国领土里顶，伫咧生活，啊，替因咧打拼，替因咧加班，替因互发射，我，即个状态，你算正法律派，正法律派。我有影，我嘛无要，毋是讲我要去上金门啊，迄物件。甲人来讲有一寡奇美啦，因甲中国的共同命运，这毋是咱有法度替伊主张的物件，我就是先来当做伊是中国领土啦。煞来，即摆我的状态，2019年我的状态是，简单讲就是一个大陆分子啦，而且大陆分子佫是迄种中国语严重退化吼，即个物件毋是我家己要讲好耍，也是操蛋啦，就是中国时报真正时报替我认证的吼，因为我出庭了。伫法庭面顶，我去专要讲中国话，去专要讲我家己的母语就是台语的时阵，伊记者就看了就足欢喜的，佮刊报纸甲我讲我是一个国语就是中国语严重退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你就爽诶。始终即个变化，就是，甲拄仔交演讲的，拄仔相像，就是讲，你是安尼要甲家己走起来。自己也分配啊。这是有分配，这是你分配。分配 OK 吼，我也分配大家，就是2014年迄阵啊，2014年迄阵，我感觉讲，我是反对中国并吞，反对中共迄种经济并吞的太阳花事件内底去，了甲我惊一个，开始要醒起来啦。迄种对反运动来走出台湾运动，这个过程无遐尼健康啊，无加载，我感觉结果我有看了头。就是爱先看破中华民国政府即个体制了，做好去认达着台湾，即摆还佫去到中国政府咧施工的即个动作，对吧？看破了，真侪代志，袂输，互拍死了，袂输变做一个囡仔，重新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咧认办咱即摆生活，即个都是世界，所以咱感觉我就是一个5岁囡仔，是4岁囡仔种状态，真侪代志开始要用重新的一个角度来认办咱世界，真侪代志。看足新鲜的，真侪代志看了，知影讲莫生气，对啊。不过真侪代志嘛，有影食需要学习啦。对啊。对，我说，我还是我小概其实差不多啊。是你是安怎？你是想怎搁来个签过？来个签过。系啊。当初嘛是当做一个，一个过程嘛，当做是出来底虽然讲小可有欠一笔钱啊，毋过毋是欠到遐严重啦。暂时迄笔钱我摕到咱出来底，要趁伊卡面拢趁得起来，我就若是爱想讲要倒来台湾即个咱的社会咯。迄阵是合作咱的国家，迄阵的前提是要倒来中华民国的，我的台湾，我的故乡。后来才知影讲，原来咱也阁是无国家的啦。对啊。咱今日咱3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啊，咱拢是认捌着家己是无国家的人。10当前甲10当后的时阵，因为即个认捌的产生。其实10当前后是反差是真大个，咱3个人除了这外表看，这里的外表看无差。够笑。 10当前你看，你因为即个认捌产生了，你的外表产生了。我的外表变做四角形的。是啊。对拄则迄一个就漂泊的一个少年郎。漂泊少年啊。漂泊性格的少年啊。变做四角。变做这样一个扣角，毋是个扣角。哦，原来扣角是扣在角。扣角是因为你为着要坚持你的良心。哦，是。坚持你的理想。耶。对啊，你离开一个较舒适的生活，对啊。其实嘛无偌舒适。对啊，嘛毋是偌舒适，不过你选择另外一款的生活方式。是。不过我是足期待你有法，如果感觉你是有迄种，你的讲话是有迄种观众的，你的讲话有一个感情是我都想法。哦，跟看卖。对啊。你，嘿啊，照讲你教囡仔，照讲才有这套。哦。
感谢。袂，我较早袂啊，我是较早就是，伤过圣地就囡仔其实我，我甲摕到，嘿啊，就是去到学校佚佗，关甲死死，互你好自由发挥。OK，即摆我感觉你的这种状态，完说是脱离说伊个系统了，再脚下渐慢去发展出来。就是用压迫伤久啊，对，压迫伤久啊，是就是压迫伤久就是会崩渣。好，嘿啊。 OK，所以今仔日咱是啥物收尾？对三个意识到家己无国家的人，嘿啊，10 years challenge， 10档的挑战，今仔日10 years challenge，对啊。所以恁开外口的人爱紧入来讲啊，开几工才知影家己无国家啊？紧来讲，紧来，你嘛来讲，你嘛来讲。干恁娘！哦，对，开几工才发现家己无国家。到底即摆有10档一个台北哥要入来讲，做伙讲啊。台北 girl， Super 台北super 台北 girl， 和 super 西亚人是差不多的意思。我超 super，我其实就我做有国家的人做小久的，小爽的呢。迄阵，对啊，迄阵感觉讲，有啦，我讲国家讲难讲。我大学的时阵，这就是我的国家。我读大学的时阵，我听着因为我是台北girl，所以我听着迄个我打狗的中学，徛喺台北，伊甲我讲，哦，实名提者，我想讲，你用啥物人实名？对我，你用钢弹实名？对我讲，嘿，阮台湾人陈水扁咧做总统呢，啥物？阮敢讲是阮陈水扁咧甲你实名？阮陈对啊，刚讲是蔡英文咧，敢讲是蔡英文甲你实名？陈水扁咧做总统，应该还是我这种赶快。根本配个猪哇，买啦！我等诶，陈水扁咧做总统，啥物实名天者你是读个歹去呢？我伫台北，迄阵我伫台北就是，毋是台北的所在，就是家人嘛是会讲，就是毋是台北的所在，对，就是对台北人来讲，出台北就是南部，所以讲，就算讲是较北边的家人嘛是南部。对。你讲啥物？下港下港就是南部啦呀。所以10当前，我是一个有国家的人，我感觉我为着我的国家，所以我爱成做一个小国，我有一个小的国家，毋过我爱为着一个国家爱打拼，所以我爱继续行这条路，就是家成做一个正常的国家，敢是别人无要承认咱无要紧，别人无要承认咱无要紧，咱家己知影咱有国家就好啊，对无？对，所以咱打拼成做一个国家，毋过你都毋是啊。所以无国家的人，军队国家化，对，无国家的人爱搁继续做做级的，就是找搁较侪人来甲大家讲，你到底是啥物时阵感觉你知影这代志你是无国家，到底是倒一项代志，互你感觉？我即马逐工拢感觉我无国家，当时比如讲我去点马库东路的时阵，我甲迄个小姐讲，我要3个煎鸡肉，结果伊甲我点3个煎的。hamburger 煎的鸡肉 hamburger， 啊伊其实真好，伊无阻挡我讲台语，伊就是点点仔听，敢是甲改做伊家己认知的物件。对啊。所以我点的物件完全毋是我的物件，了后伊才就是我要点啥，毋是我的物件。对啊。啊伊就点做伊的。就是伫台湾，你用英语听 hamburger， 你用英语听麦当劳点餐。你袂点，就袂叮当去。对。你袂叮当。等到你咧台湾咧麦当劳用台语，啊，伊无甲你讲到，其实已经足亚洲式啊，伊足温柔啊，伊无讲你讲啥，我听无，你敢会使讲国语？无安尼已经是足好的啊。伊就是点点仔听。无真正伊外头就摕，伊免互你点嘛。对，伊嘛无讲你。我顶礼拜讲我要红茶，结果摕着是绿茶。对。好，你讲啊。啊，伊已经是真好的人，啊，我点啥我摕袂着啥，咱对，就是你当时知影你无国家，你若是开始反抗时阵，开始知影你是啥时阵，你就知影
你就是无国家的人。是安怎？你含你要用你家己的语言，你即块岛屿食一顿就较艰苦。我含我要点啥，我就无法度摕到啥物的时阵，你就会知影讲，迄是真卡是啥物，对啊。其实这就简单，所以啥物咱真鼓励大家来做即项代志，毋是讲咱绝对毋是讲干那台语会使建国，毋是干那台语会使建国，毋是干那台语会使建国，是讲咱阁会使创啥物？就是讲咱足侪代志会使拍拼的，对无？就当然咱足侪代志爱去做的。建国的代志绝对毋拿台文，绝对毋拿台语，这我绝对同意。毋过你若含台文台语，你就无法度做的时阵，你到底阁会使创啥？你24点钟拢会使做的啊！我24点钟，你拢会使去感受到迄款你无国家的感觉。我含我要我食一顿，我就无法度，我讲较坦白的，我含我讲日语，我受到的尊重。就较有。我若准讲我今日真是我袂晓讲中文，我敢晓讲日语，麦克当劳的人伊会安怎对待？伊敢会讲你讲国语，伊袂呢？伊袂甲一个日本人讲你敢会晓讲国语？伊敢会？还是甲一个讲英语的人 ，Can you speak Mandarin？无可能。伊会袂？伊就真紧，伊真紧张的，伊就找一个晓讲英语的出来。伊敢会？伊袂。啊，是安怎咱讲台语，咱莫讲合法的人，你敢有才调？你敢有才调？在你讲合法的场所，你主张讲我讲合法是我的权利，我讲台语是我的权利。啊，即个代志敢毋是足基本的，对无？我食3顿，我要用3顿来点我的菜。对，我感觉这是，就咱莫讲啥物。理论足侪的，理论足侪的，啊，每一个人要做的代志足侪的，咱每工为着生活真忝，我知，我是一个，就是一个老母，我有2个囝要饲养，我知影啥物叫做生活，我知影啥物叫做顾3顿，啥物叫做咱爱就是生活，对无？咱爱食头路，为着要趁3顿，这我拢理解。为着即顿要食70箍，要食100箍，咱爱去感觉讲哦，迄个30箍是爱对无？咱真正有当时是真正爱去安尼去想，爱来去计较，去用心计较，因为咱真正住喺中华民国的世界，就毋是较简单的，毋是较简单讲真做一个人啊。毋过问题是，啥物才是根本的问题？对啊，问题是，啥物是真做一个人？我真做一个人，住喺即个土地，我想要用即个土地本地的语言来熟悉即个土地，住喺即个土地来真做，就是真做我家己的时阵，我就无法度。嘿啊，安尼敢叫做人权？安尼敢叫做国家？所以。对啊，所以你当时会知影，迄毋是你的国家。其实你若准讲，对啊，准讲你，我感觉语言是一个开始嘛，对无？若准讲你无别个选择，其实你来试看卖。免讲大家拢爱痛苦，其实你会使痛苦一个啥物？阮足侪摆，其实阮去迄个咖啡店啊是啥物？大家问讲，你敢是咧大冒险？对无？就讲，你敢是输啥物？嘿啊，甲人跋筊跋输对无？讲台语讲真好一份天花的款。对，就是你敢是甲人跋筊跋输，所以你才会来阮即个店讲台语。其实我足侪摆去人店的人即个反应，讲你啥讲传台语？你敢是跋筊甲人跋输啊？相输无赢，你才会来。其实，网紧，无你当初迄嘛网紧，你去试看卖，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无国家。其实足简单的，理论少侪。理论真正有够侪，啊！毋过咱欠是每一个人足欠人。你行出去，你就知，你看所谓阿公阿嬷，你看伊甲因的孙咧讲话，你听落你敢袂心酸？我问你听你的是大人，因伊袂晓的语言去甲伊的孙讲话，你敢袂心肝疼？我心肝真疼，就是。就是囡仔因的中国的比老爸老母，我标准是其实心肝内会吸收因老爸老母。是啊，
是伊学校学着的物件，甲因老爸老母是无共的呢。因为因老爸老母无较正，毋是较正的中国人啊。就是伊敢袂看恁老爸老母无，看因阿公阿嬷无，啥物阿公阿嬷袂晓较顺的中国话，啥物恁阿公阿嬷，啥物咱会感觉迄好笑，阿公阿嬷讲了台语，国语，讲中国话讲了无正，咱笑会出来，是因为啥？你徛喺啥物立场去笑？因为无学校教歹去啊。中国人袂听咧笑，对啊，因为学校教你做中国人，你就用中国人角度去笑台湾人啊，就这简单尔。对，即摆享受就是叫代志，我需要搁小可丁伤济。拄仔讲着，若是搁互我一遍机会，亚成高啊，其实亚成高啊，我嘛无法度去签去做中华民国军人啊。不过，我千万毋是要讲伫迄个制度内底做军人，我全部讲做通牌中国人要个批评啊。其实，我看一寡历史，咱会看着讲太原事件内底江炳兴，伊就是调工你去做中华民国军人。伊按算伊计算是做到做到中校，做到校级的种军官了，伊有种条件，有可能性有法度台湾的伊种革命。就是讲有台湾心的人，若是有法度坚持种理念以来，伊要迄体制内底干事，种人我是非常钦佩的。就是讲，咱无可能，咱毋知影每一个人安怎想。体制总是大家一个人。你要入去体制了，你要做啥物代志？甲你真正有法度做啥物代志，咱嘛拢毋知。搁体制就是较大，咱当然对啊，就是中华民国警察拢是笨手。耶，中华民国警察拢是笨手，这有强是这代表非常的。除非内底有历史江炳兴种警察。对，咱100个有几个？我问你。佮无会用司法，迄是无简单。对，所以我意思讲，咱讲即寡话，咱即马。咱直播时咱讲遮个话，了后你要甲我讲，哦无啦，中华民国1000个内底嘛是一个真好，好啦，真好，我甲你拍拖啊，安了后咧。嘿啊，所以你要甲我讲迄个安怎？你要我敢有欠人？好人袂伫迄面做迄种物件啦。就是我敢有欠去讲遐个人，其实无欠啊，对无？所以对啊。哪是嘛有好，哪是啊？所以你要讲迄，拢免讲啊。警察原住民讲嘛有好的日本人。所以就是爱搁较就其时间差不多，就是其实我真希望大家来面对，就是咱毋是今仔日，其实咱嘛无资格嘛无才调去检讨任何一个人，因为咱毋是啥物团，咱毋是啥物有关系的人。咱嘛毋啥物有，就算讲有关系的人，伊嘛无资格安尼甲咱检讨。我意思讲，到底咱要诚做一个人是啥物款的？咱有足侪想象的，咱有足侪足好的讨论，迄才是咱做遮代志的原因。因为咱相信人是会使诚做一个人，所以咱才做遮代志。所以咱继续拍拼，咱互相来讨论，咱感觉。爱安怎诚做一个人，无得靠，你有你的想象，我有我的想象，迄无共无要紧，像迄个陈其诚讲的嘛是啊，就是讲你有你伫的代志，我有我伫的代志，迄拢无共嘛无要紧，咱来讨论嘛。我伫的代志，我甲你讲啥我伫，你伫的代志你甲我讲，就是因为咱人就是因为无共款，才有趣味啊。咱逐个拢共款，有啥物好趣味的，对无？所以咱无共款，咱伫的代志无共，所以咱才欠你，才会欠我，咱才逐个来讨论遮个物件。是安尼啊，对啊。问题是安怎台语台文，甲即马就是袂使讨论。咱讨论就变做咱是刷文，就变做咱是对。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倒位，我毋知。我感觉即个问题要讨论，就是用假歹去啊啦。需要各位另外开一个时间来。即个物件是正经要讨论，反正一只还佫无够。不过毋是无对话空间，其实这内底都有可能真侪你想要有空间，这物件是有法度的。另外就是讲，其实无国家以外啦，我感觉我上仔讲一寡，毕竟侪遮人，加减都有付出一寡行动的反抗，就是可能是日常生活的反抗，工拢咧反抗，种强度，你要诚做一个台湾人。
不过我感觉讲，其实咱对社会的愿望，可能是咱毋是讲你嘛讲每一个人拢有才调，诚做一个足勇敢的同工者。不过咱的愿望是讲，因的意识改变，有法度去把握任何跩机会去认清咱的现状。咱思考讲咱后一步要安怎行。我讲意识改变，这是上界无成本的代志。对，就是你爱知影，就是讲你爱知影即个代志。啊了，你要创啥物无要紧，因为你要创啥物，可能因为咱每个人无共，你可能你的个性格无共，你的方式无共，你的资源无共。比如讲你身躯边的人无共，所以你会有一寡顾虑，你会有一寡无共款的选择，无要紧。咱毋是讲你一定爱行到，你一定爱去法院，你才叫做建国，毋是。毋过咱去法院的人伤少嘛，咱其实搁较侪人徛出来，咱甲法院徛起来，咱就要去法院嘛，对无？其实是安尼嘛。咱愿望的是安尼，咱毋是干那要行去法院，毋是。咱其实应该是甲咱愈侪人刻明，就是咱愈侪人知影讲好，即个物件毋是我的，就是安尼。咱愈侪人知影讲啊，即个物件。即个国家中华民国毋是我的，了后咱才来讲好，我会使做到啥物，我会使做到啥物。啊，你做袂到是因为啥物？啥物资源无够，我来补。对，你资源啥物无够？你敢是欠台文啊？无咱来开读册会，对无？咱做了无够的时阵要安怎创？就是有足侪方式，毋是无遐简单讲，因为咱知影讲即个代志。建国即个代志，毋若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的代志，毋是10个人，就是敢讲台语，毋是一个家庭，毋是敢若阮2个阿明讲，伊就歪落去。我毋是要互2个人摸个哭，就是想着讲哦，台语我会台语，毋是，我是要互伊即个物件歪落去，所以要互伊讲的。对，所以建国嘛是嘛，台语甲建国就是安尼，就是讲。即个代志毋是一个人要建国，啊，啥物你要建啥物国？你一个人要建啥物国？对无？对，10个人要建啥物国？对。所以即个代志就是群体，啊，即个群体要行位倒去，啊，要安怎来讨论？要安怎来斗阵继续搁行落去？这才是上重要的。对啊，所以咱毋是要甲饼做碎。咱是要甲饼做大，阮就希望饼出大个，阮毋是要甲饼做碎。是啊 ，OK， 安尼时间嘛，哎呦，今日讲1点钟过啊，哇，加等1时8分 ，OK， 佫是破纪录 ，OK， 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安尼非常欢迎的观众朋友，后一时咱继续来收看咱的建国之声，感谢大家。对，耶。耶！中华民国警察队笨手，中华民国警察队。